不要，这都要剪掉，不行，这样得罪周杰伦粉丝。帮我一下，讲到粉丝团里面，署名的粉丝现在今天看已经9900多个了，差一点点就要破万了，拜托你们了，我想要有第五位数，个十百千万这样，好不好？就赶快找你的朋友，我们凑一下，看看今年能不能破万呢？拜托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破万，我就对高雄真的失望了。张天启的，那个不会用电脑的，给他教一教，不管是你的阿公阿妈还是你，就帮他申请一个，然后年纪76岁，单身，精通台语，这样子，然后粉丝就只要帮他申请一个，帮我按赞，叫我高兴，对，加入我好友，我一定加他，好友限制是76岁以上。好，没有，这是我自己期待，希望更多人有机会听到我的作品。那我们先试试看，我要唱周杰伦的《一路向北》。
谢谢，我是那个3年2班高中生的成果发表会，屌。听起来好像高中生在练头，然后一定会唱这种歌。我想，哇，看看好屌啊！因为只要成果发表会，不是热音社不是都会唱这种歌吗？我们今天在这边唱，我就快笑场了。啊，没有，人都有这样过去。